呢部戲嘅監製編劇，我係陳心遙。大家好，多謝大家10年後翻嚟學校同我哋重聚，多謝大家。咁就頭先我哋夾好咗，我哋每個人都講下10年來嘅變化同埋而家做緊啲乜嘢。咁我講先啦。咁我係繼續拍戲啦，繼續拍電影啦。咁就另外就係繼續拍電影咯。咁就今年會有戲上啦。咁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翻睇電影啦。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楊周平，係呢套戲嘅導演啦，同埋其中嘅編劇啦。咁10年我都係繼續拍電影啦。咁我覺得我拍電影應該叻咗嘅，應該係。但我亦都覺得拍電影辛苦咗，無論係外在嘅，即係外在嘅支援越嚟越困難啦嚇。咁而自己嘅要求咧要達得到咧，亦都係嗰個對自己要求越嚟越多，所以對於我嚟講，其實拍電影係越嚟越艱辛啊。咁10年其實即係社會世界變咗好多啊！我認為呢10年真係好似過得好快，但係其實中間經歷咗好多嘢，一啲都唔容易嘅喎。咁但係我自己我覺得我自己都應該係越嚟越清楚自己想要啲乜，想做啲乜。咁好多謝大家好多謝大家嚟嘅支持。多謝大家，我就好似導演想表達嘅嘢一樣，我個夢想一路都喺我夢想之中遊走，好幸運，好多謝大家即係呢部戲能夠即係你哋咁多人嘅欣賞，好多你哋會有我哋，咁希望你哋會有啲重溫嘅咧，會更加覺得好睇。我唔好講咁多嘢，因為時間唔多。我哋嘅主角係咧，蘇麗珊。Hello， 大家好，我係蘇麗珊。咁喺戲入面飾演余鳳芝嘅。呢10年就係由呢一套戲開始入行啦。咁多謝3位帶我入行啦。然後嗰陣時應該係一個混嚟嘅，唔知自己做咗啲乜嘢。咁到咗10年後就慢慢其實都唔係好知，知多少少啦。咁就一路學習緊做一個演員啦。Hello， 大家好，我係唱主題曲《差點我們會飛》嘅 Vienna 黃淑曼。10年過得好快啦，我都係因為呢一套電影而入行做歌手嘅。咁咧10年後嘅我咧，暫時都仲係追緊夢，未來呢10年都係會繼續追夢。我嚟緊咧會出我嘅第2隻碟啦，同埋都嘗試過拍電影啦，我都成為咗半個演員啦。跟住喺呢10年，我都有為另一套電影唱過主題曲，但係我其實係19年唱嘅個主題曲《再見 UFO》，但係今年先上映，係7年，所以我覺得喺香港做電影係好唔簡單，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香港電影同埋我嘅音樂，多謝。大家好，我係麥詠南副啤，咁我喺裏邊係飾演美蘭呢個角色嘅。咁10年我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咁當年咧我就得一個夢想嘅啫，淨係要做演員。咁10年過去，我嘅夢想多咗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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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我都會繼續每一樣嘢都盡力做好佢。就係咁 ，thank you。Hello， 大家好，我係 Isabella 陳凱瑩啦。咁我就喺裏邊飾演班長雅玲呢個角色啦。咁呢10年裏邊咧，我就好彩仍然有機會參與電影啦，亦都有拍啲綜藝節目，即係一啲可能我從來之前冇諗過嘅範疇啦。咁開心啦，係啊。咁咧啱啱咧，其實我喺上一場嘅分享會咧，我聽即係大家講嘅時候咧，我突然之間即係諗起當時咧，佢哋拍攝嘅時候，即係暑假嚟嘅。跟住咧，我哋成日都會一齊可能食飯完咗嗰啲啦，即係啲 BB 話唔知做乜咁樣。跟住咧，我記得我哋嗰陣咧，真係全部人都係每日好，即係我特別記得係古啤，即係佢真係每一次都係講緊夢想嘅。即係我好認真，即係我係好，因為呢樣嘢係我青春期好 impress 我嘅事嚟嘅，即係因為咧，
我嗰陣真係一嚿雲嚟嘅，我而家都有少少啦，但係咧，我嗰陣心諗哇真係跟住咧我就覺得哇原來真係即係我直情係我係覺得好震撼，見到有人會俾一啲嘢係好似我哋叫醒自己，即係我唔想老土講話咩叫醒自己嗰個係夢想啦，咁 anyway 就係嗰個意思啦。跟住我係覺得即係呢個係我震撼教育咯，對於我嚟講。咁我好彩，我覺得喺呢10年裏邊咧，我都揾到多啲我想做嘅事啦，即係揾到啲我唔好意思講好啲啊，我終於揾到啲我想做嘅事啦。咁同埋我覺得個心態會有唔同咯，就係以前咧。可能會好成日都好驚，好諗好多啊，即係猶豫咯。但係其實真係時間不等人，即係而家我覺得心態就係做咗先咯，即係就冇諗咁多啦。同埋係啱啱上一場嘅再講咧，就係我哋多謝翻3位啦，即係咧因為所有嘢乜都好啦，大家點樣碌喺呢個圈子都好啦，都係3位執回嚟翻嚟，即係變咗起點。係啦 ，OK， 同埋咧呢幾年最大嘅感悟咧就係我覺得身體健康最重要啊，所以咧我真係祝大家身體健康。OK。頭先喺嗰邊謝票呢邊又謝，我發覺大家好似真係冇乜點變10年，尤其是你。係我都要好多謝導演、監製、編劇喺演藝學院執我出嚟拍呢套戲，咁而令到我有咗一啲觀眾係由10年前會跟到我而家嘅喺度。你哋係喺我呢10年嘅演藝生涯入邊其中一班最支撐住我嘅人，所以我係好開心可以喺呢一個地方度見到你哋。我唔繼續講啦，係費事，因為而家啲 flash 好勁，即係話好扮喊。但係多謝你哋，大家好，我飾演蘇柏文嘅吳兆軒，好高興見到你哋。Hello， 我係 Creamy， 咁今日 Jackie 唔喺度咧，因為佢唔喺香港，但係佢都好多謝大家嚟支持那天我們會飛。咁我覺得認真追夢嘅人咧，好值得尊重，但係認真生活嘅人咧，都好值得欣賞，就係咁啦。多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大家好，我係飾演夢維達嘅魚蛋袁浩陽。呢10年咧，我就娶咗個老婆同埋養咗隻貓，同埋啱啱阿修咧就話我好似李維啊，我得到咗呢個正的嘅讚賞，多謝你阿修。好奇怪啊！你啲分享。多謝大家啦，咁多謝大家入場啦，多謝3位啦，亦都呢部戲10年後再上映，咁令我先至可以再謝票，因為如果唔係咧，我都唔知有冇機會再謝票啊。咁好彩佢再上喎，希望佢即係嗰啲15週年、20週年、25週年，即係 keep 住咁樣，咁就可以 keep 住喺戲院見到大家。多謝。我係保護在裏邊嗰個衰嘅老師，係啦。我再次好多謝阿 Safi， 因為我係喺嗰刻我係身處杭州，夜晚突然間收到阿 Safi 邀請，佢話有個角色啱我做啊，幾開心咁樣。係啦，10年過後我個髮型係冇變嘅，但係我已經冇再教書啦已經。咁其實我真正身份係一個作家嚟，我係每年都堅持出一本書嘅，變咗年教。咁就我送本俾阿蘇麗珊嘅，據聞你好似有閱讀嘅新嘅習慣咁樣，係咯，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香港電影，支持呢一班嘅年輕演員，多謝大家。Hello， 大家好，我係大偉啦，呢一套電影嘅配樂啦，咁我呢10年就湊大咗2個小朋友，叫做咁，但係一個13歲，一個就12歲。佢頭先就喺隔離場睇嘅，咁我對於呢件事係好感動，因為其實我睇翻之前啱啱條片咧，佢3歲時候係唱過《那天我們會飛》嗰首歌嘅，係即係啲鄉音咁有啲係好笑。咁到係啦，咁亦都好多謝導演同 Safi 啦，係啊，監製啦同埋 Teddy 啦，都好似呢一套戲都係即係帶俾好多回憶嘅嚇。咁亦都好多謝各位觀眾啦。咁希望嚟緊嘅即係10年、20年，我哋繼續可以見到面。Hello， 大家好，我係張欣 Amber， 我喺裏面飾演嘅係跳舞嘅先知啦。多謝。
我係今日第一次睇嘅，10年之後第一次睇。同時咧，啱啱隔離嗰場，我爸爸第一次入電影院睇過。佢話幾好。嗰陣時拍嘅時候，我17歲。呢套戲拍完之後，我去咗台灣讀大學，讀戲劇。原來我喺台灣拍咗好多呢樣嗰樣啦，之後開咗個小劇團啦，做咗一啲好冒險型嘅表演咁。跟住落嚟我下個月要去 New York 去讀音樂劇。希望讀完翻嚟可以帶到更多好嘅演出俾大家。都多謝大家支持我哋，多謝仲記得我嘅人，多謝你哋。大家好，我係陳真明啊，我喺戲入面係飾演我都唔知自己個角色。我係呢個啊，就係我係2015年嘅師妹啊，15係嘛？係啊，係啦，咁啊，呢10年以嚟，我覺得好開心嘅係，我依然都可以繼續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可以做到演員，可以做到一個演員啦。咁我10年之後嘅而家咧，我可以好有勇氣咁樣同大家，又或者同自己講啊，我終於係一個演員啦，我終於都有呢個自信心啦。咁同埋我都覺得好開心，係呢10年以嚟咧，我見到好多以前識嘅朋友啦，又或者認識嘅面孔，而家都可以喺呢一個行業入面得到唔同嘅地位啦，又或者成就，我覺得呢樣嘢係對於我嚟講係非常鼓舞㗎。即係其實如果你喺一個咁長時間嘅入面要堅持做一樣好難堅持嘅嘢，係真係非常難㗎。所以我希望呢，我希望喺10年之後，大家都支持呢套電影嘅同時，都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10年以嚟一直都冇離開過呢個圈嘅人咯。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怡光，係呢套戲嘅年青版嘅化妝師。好感謝邵導演化妝師嘅年青版，因為我諗呢套戲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帶俾我之後呢10年嚟我嘅豐盛人生咯。其實咁好多謝導演啦、Teddy 啦、心遙啦，咁因為佢哋繼續都 keep 住欣賞我嘅才能，會繼續揾我做嘢。咁最多謝嘅係我嘅老闆阿修，識到佢呢班咁好嘅朋友，多謝大家。